长青阁拍卖日将伫咧11月23上午伫长青阁一馆登场。这些拍卖品有二手家具、小货脚踏车，其中还有高级希诺基杜柜顶家具。另外，为鼓励更加侪亲子家庭参与，环保局这次嘛有安排市集活动。这次呢，拍卖日呢，主要我们有一个市集的活动。那我们自助长乐免费市集呢，只要民众你来玩游戏，你可以拿到我们这个很可爱的金币。那金币呢，我们就可以去跟摊主换一些小东西。那我们这次呢，我们募集的摊主的主题会有一些绘本啊，或是儿童玩具的部分，以这个为主题去交换。为将永续发展目标融入日常生活当中，环保局这次嘛特别设计 SDGs 14闯关游戏，将免费的观念升级在民众心中。这是 SDGs 的14的小火车。那我们这个小火车呢，在明年4月呢，我们有一系列的小火车，我们会办一个回娘家的活动，那欢迎大家来。那我们这一次其实从上个月开始一直到年底，我们有一个救鞋救命的鞋子募集活动。对，那假如您家有用不到的、穿不到的鞋子，但是请记得是要包覆性的鞋子，那没有破损的话，那都可以拿我们这边回收。那我们会再捐给救鞋救命协会，然后把这些物资呢，就是送到非洲去。想要收集 SDGs 14小火车目标的民众，23日下晡买当前往府前路的长青阁2馆，只要完成市集闯关以及故事屋的活动，就会当得到限量的长青小火车木雕。台南市环保局热情邀请市民大众，23号做伙来长青阁过一个温馨趣味的周末假期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